嗱，夏天一到啦，額頭咧同下巴嘅暗粒粉刺咧就湧晒出嚟，照鏡咧見到一粒粒化妝有卡粉喎，點搞都唔貼服。點解天氣一熱啲暗粒就會大爆發呢？皮膚科文獻指出啦，氣温每上升1度，皮脂腺嘅分泌咧就會增加10%㗎啦。當你大量出汗啦，汗水入邊嘅鹽分同埋呢啲老廢咗嘅角質撈埋咗，會直接破壞皮膚嘅弱酸性屏障㗎喎。毛孔入邊咧嘅皮脂一旦氧化咧，就會變成硬化咗嘅閉合式粉刺啦。嗱，好多人咧都以為用啲磨砂膏啊，用力咁樣捽去搓去嘅話咧，就等於去咗死皮，甚至咧信網上偏方用一啲叫牙膏敷暗瘡喎。嗱，千祈唔好啊！牙膏咧入邊嘅氟化物咧同埋薄荷咧，不但幫唔到呢啲粒粒消炎，仲會有機會刺激皮膚，甚至將細菌咧推到去毛囊更加深嘅深處，引發嚴重嘅發炎性暗瘡啊！想真正咧去除一啲暗粒咧，應該用一啲嘅脂溶性溶解嘅方法。嗱，建議選擇低濃度或者溫和嘅水楊酸產品啦，深入毛孔，溫和咁樣溶解堵塞咗嘅角質。我係你皮膚炎症專家 Ada。如果你都有暗粒、油脂過度分泌或者暗瘡嘅煩惱，嗱，即刻留言想解決或者 inbox 我啦，等我幫你咧制定屬於夏日抗炎嘅方案啦。